即係呢個 Erickson 講㗎啦，心理學家講㗎啦。你細個可能冇過到某啲階段，你大個保留咗，或者而家啲人好興講嘅泛指都係男性咧。點解有啲男人會扮低能嘅？點樣扮低能？佢會有一種同化嘅狀況出嚟，譬如講嘢會可可愛愛啊，扮柔弱啊，扮好細路啊。而家會有人講呢個係一個逃避嘅心理。哦，即係匿翻喺自己嘅小房間，逃避自己成為大人，因為做大人要負好多責任，經濟、家庭、父母老。同埋你開始會進入個社會要求你進入另一個 stage。係啊，我見好多鏗鏘集嗰啲訪問啲隱稱咪就係咁咯。佢話我真係克服唔到啊，我覺得出去同呢個世界溝通唔到。可能喺電視機旁嘅觀眾你就會覺得係啦，嗰個隱稱一路都克服唔到。你睇下佢講嘢仲係一個細路咁高音嘅，唔係啊，聲音經過處理啊，主西影住隻手嘅照，同埋喺海旁影背影咯。因為呢個社會係不斷壓迫你，去需求你變成你嘅 stage嘅人，佢係壓力，但亦都係客觀存在。例如要求你升職啦，20年前開始要求你終身學習啦，可能去到某年你要結婚嘅，你要買樓喎，或者你要做爸爸嘅咯。吓，我未 get ready， 就算可能我嘅愛情生活冇問題嘅，冇啫，好順暢，咪冇問題咯。你愛情路上冇好多人，一啲障礙都冇，唔逼啊咁樣。